经济部长王美花当日日本的访问，伊来宣布讲，日本有4间重量级的半导体设备甲材料商，明年的 Q1， 也就是明年的第一季，将要加码伫台湾投资，投资的金额新台币700亿。 工人细致维护设备，确保公共设施稳定运作。这是日本重要半导体设备商晶圆制作所，也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出访日本的招商对象，包括晶圆制作所、富士冷片等4间重量级的业者，已经决定明年第一季加价投资台湾100亿的新台币。透过扩大工厂、原厂销售基点、升级维修、加速认证3大模式加速来整合。有业者嘛已经选定南科作为扩大工厂的地点，在整个上中下游的供应链能够在台湾就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状况。台湾的工厂也一直扩大日本投资。立即电顶个月底就宣布，日本的新工厂确定起伫宫城县的仙台，预计量产180到55奈米的制程，也规划初期1个月产量是7万片，要变了后，搁冲到4万片，以采用晶片作为主攻市场。那怎么看路透社说，台湾的半导体也有5缺的挑战？ 日本积极发展半导体，嘛互人烦恼讲台湾敢可以当继续保持优势。亲像路透社就讲，台湾半导体业面对着欠电、欠水、欠能源等的困境，就惊台湾工厂渐渐会甲重心刷去到国外，特别是护国生产台积电的1.4奈米。在台湾，你怎么看？在台湾吗？对，台湾哪里呢？我们在看，对。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挂保证，先前的制程一定会将紧留伫台湾。台湾甲日本伫半导体拢有家己的优势，得看双方竞争甲合作的关系会安怎来发展。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